是这个奖对你来说意义是不是比较还蛮非凡的啊？很非凡。哦，对不起，对，因为其实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着手去写歌，然后尤其这一次的专辑当中的 Forever Young 对我来说是我对我自己的岁月的告白，因为我也深爱过。就是我最珍爱的音乐，还有我最珍爱的身边的亲人、爱人等等，所以他得奖表示我在意的事情也被肯定了，然后他会因为这个奖项更深的烙印在我心里，所以这个意义真的太大了，无法在3分钟之内把它一次讲完。所以已经拿了第一个奖项，有没有信心把后面都拿？我是开心的，对，我甚至没有任何就是拿或不拿之后的感想的设定，对，就是我没有这个讲稿，也没有这个念头，我都是等到当下再说，因为我今天是我旁边坐的是9令姐，所以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，对。要捏他的手吗？刚刚那一刹那。然后他那个时候刚好他在换装，所以我就没有。但是我就是开场表演的时候，我有摸到他的那个手臂，好滑哦。